成日有人問我，活到我呢個歲數，搏殺咗一世，經歷過咁多風風雨雨，回頭望返呢一生，到底乜嘢先係最寶貴嘅？其實呢，人後生嗰陣，總係覺得個世界好大，只要自己有志氣有力量，乜嘢都可以死死握喺手心裏面。嗰陣時，我哋追求嘅係批簿，係財富嘅數字，係社會地位，覺得呢啲先係安身立命嘅保障。但係隨住年紀慢慢變老，當我行過中年，踏入老年，甚至到咗今日呢個高齡，我先至深深體會到人世間有啲好殘酷嘅現實，係幾多錢都填補唔到嘅。好多朋友喺50幾60歲出頭嗰陣，硬係會陷入一種好奇怪嘅焦慮。佢哋辛苦咗半世，口頭上終於有少少積蓄，按道理講應該係享清福嘅時候，但去到夜晚硬係翻來覆去，瞓唔着。我私底下同唔少呢個年紀老友傾偈，發現佢哋內心之所以唔踏實，往往係因為兩件事。第一，驚手頭上嘅積蓄唔夠應付未來嘅變故；第二，驚身邊嘅人靠唔住，無論係親人定老友，喺現實面前好容易會令自己失望。呢種惶恐同不安，其實比任何生意上嘅副本更加折磨人。喺呢個年紀，如果安頓唔好自己粒心，銀行戶口有幾多存款，都只不過係一堆數字。我成日講，人喺55歲到65歲之間係一個非常關鍵嘅轉換期。呢10年係上天俾我哋嘅一個黃金窗口期。呢個時候我哋個腦仲清醒，手腳仲靈活，手頭上亦都有一定嘅積蓄。如果你能喺呢10年入面理智地用自己嘅力量同積蓄去買下5樣真正決定你晚年命運嘅嘢，你嘅後半生就會過得好安詳，好有尊嚴。相反，如果呢5樣嘢你一樣都冇準備好，咁你而家手頭上嘅錢表面上係你嘅，但將來好可能會變成其他人嘅。你而家望落去熱熱鬧鬧嘅屋企，將來最孤單嘅好可能就只係得你自己一個錢，得用啱地方先至叫做福報死守。喺銀行唔捨得使或者用錯地方，最後好可能只係一場空。第一樣，自己個安樂窩。第一樣我哋要傾嘅，亦都係最容易俾大家忽視嘅，就係你住嘅地方，亦即係我成日掛喺嘴邊嘅老丑落腳點。有啲朋友後生買樓，最緊要係要面子，層樓要夠大，要近市中心，要有派頭，等到自己50幾60歲身，睇技能慢慢走下坡，先至發現原來以前覺得好風光嘅條件，反而變成最折磨自己嘅嘢。我以前識得一個老木工，佢後生嗰陣憑住一雙手踏踏實實咁搏殺，坑吃窿用，親手起咗一棟好靚2層半嘅舊屋。喺嗰個年代可以住喺咁嘅屋入面，真係極之有派頭。佢亦都一直好自豪。但係隨住年過6旬，老婆走先一步，仔女又因為做嘢同生活陸續搬咗去外地整棟大屋，就只剩翻佢一個人。冬天凍冰冰嗰陣，間空捉到嘅大屋連一絲熱氣都冇。更要命嘅係佢嘅膝關節開始退化，每次行樓梯都好似爬大山咁，辛苦好多次，痛到夜晚瞓唔着。有一次佢端住碗啱啱煲好嘅滾湯，準備落樓，行到一半，腳下一跣，成個人喺樓梯跌咗落嚟。滾湯講到成身都係人，亦都跌到動彈不得。要唔係國北鄰居金橋路哥聽到動靜，後果真係不堪設想。佢喺醫院躺下嗰陣，拉住我隻手，舐住氣話：原來自己大半世人辛辛苦苦起嘅大屋，到頭來竟然係咬住自己嘅籠。後尾佢聽咗我嘅勸告，咬咬牙將同大屋賣咗，喺市區換咗一間有電梯嘅細單位。雖然面積細咗一半，但樓下就係街市同診所，行幾分鐘就係公園，每日坐電梯上落，成個人輕鬆晒。佢話第一次覺得呢個屋企係請佢翻嚟享清福嘅，而唔係想困死佢喺入面。古人話
居安思危呢個居字喺易經入面係好講究嘅。住喺邊度，其實係講緊你嘅磁場安頓。喺邊度住得太高，人心容易浮躁；住得太偏，生活容易冷清，人亦都好容易覺得孤立。而如果你住喺一個每日都要同自己身體死撐嘅地方，你嘅精神每日都會俾人無端端消耗。去到50冇歲，到60冇歲，我哋唔應該再去諗層樓要幾大幾有派頭，而係要多啲諗下出行方唔方便，電梯可唔可靠病咗，有冇人照應，周圍嘅社區安唔安全。最重要嘅係層樓嘅業權產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喺自己手心。有好多長輩為咗幫仔女慳翻筆稅，或者一味想討好仔女，早早將層樓改咗仔女嘅名，或者同佢哋做聯名業權。我必須要好謙虛地提醒大家，無論你同仔女關係幾好，晚年最起碼都要有一個法律承認，邊個都改唔到，實在屬於你自己嘅地方。就算邊一日同仔女嘈交，你依然可以理直氣壯所上大廈門，安安穩穩瞓個好覺，而唔使擔心自己喺呢個家入面好似個借宿嘅客。你以為自己係幫仔女鋪路，其實好多時係將自己推去點崖邊。第二樣，一副仲用得住嘅身體，身體本錢。安頓好自己嗰啲之後，第二樣我哋要買下嘅嘢，就係一具行得走得仲用得住嘅身體。後生嗰陣總係覺得自己身體係鐵打嘅，為咗賺多2粒錢，為咗搏殺，日日透支都覺得冇問題。但去到50冇歲到60冇歲呢個階段，錢可以賺少啲，身體就絕對唔可以再透支啦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仆倒一鑊或者病一場大嘅改變嘅，唔單止係你嘅健康，好可能會徹底改寫你後半生嘅生活質素。我見過一位退休嘅廠長，後生嗰陣係出咗名嘅搏命三郎，飲酒應酬熬夜加班，從來唔拒絕身體，有啲小毛病亦都夾硬撐住。佢最憎去醫院，覺得去親都係嘥錢，還成日話花錢去身體檢查，即係俾人呃。直到佢退休之後，突然有一日覺得整個人攰到不得了，行幾級樓梯就喘晒氣，屋企人夾硬拉佢去驗身，結果一出已經係某種病嘅晚期。醫生無奈同佢講，如果佢喺10年前甚至5年前客氣實年年去驗一次身，好多小問題喺萌芽狀態就可以搞掂，根本唔會落得今日咁嘅下場。而佢另外一位老友諗法就完全相反。呢位老友由55歲開始就特別寫低喺身體上，花時間花心機。佢每年雷打不動一定去驗一次身。醫生話血壓高，佢就老實配合食藥，平時少練多運動。醫生話血糖高，佢就即刻戒甜食，堅持慢跑。周圍好多年輕人笑佢小題大做，話佢活得太拘絆，冇晒人生樂趣。但10幾年過後，嗰位廠長一早大憾離世，而呢位老友到咗70多歲，仲可以踩住單車去買餸，腰唔酸腳唔痛，個腦清清楚楚。我哋成日見到病床上躺下嘅好多長者，佢哋其實並唔係因為突然嘅急病倒下，而係因為平時疏忽或者跌一跤之後就再都起唔翻身。去一趟醫院就會明白健康嘅分野，往往就係睇你點對待自己。身體後嗰陣身體頂當，能力強，你護士海沙熬夜折騰，身體係能幫你頂住去到晚年。你爹黐一口重油重鹽，你嘅心臟同腎臟就要默默幫你 OT。 真正嘅輕錢絕對唔係省去保養身體定期驗身嘅開銷，相反，將錢花在身體檢查、康復、一對舒服嘅鞋、一張保護脊椎嘅床褥，先至係幫未來嘅自己有身，買你未來嘅自由同尊嚴。第3樣，法律同制度嘅邊界，防護盾牌。我哋要買下嘅第3樣嘢，雖然睇唔到摸唔到，但它卻好似一把無形嘅大鎖，能死死守護住你嘅棺材本。呢把鎖就係法律同制度嘅界線。
好多老人家大半世踏踏實實，手頭上儲落一筆可觀嘅積蓄，但佢哋太重感情，又冇乜風險意識。有時候親戚朋友過嚟求，或者仔女做生意，要幫佢哋一時心軟，簽個名做咗擔保人，甚至將自己一世積蓄清袋，結果去到最後唔單止啲錢冇晒，連自己安身立命層樓都編埋入去。我識得一位退休嘅女教師，老伴走得早，佢獨自守住一間舊屋同埋一筆退休金，日子過得好悠閒滋潤。點知有一日，佢從小睇到大嘅外甥走嚟揾佢，喊晒口話自己闖竅，遇到困難銀行貸款，需要一位有穩定退休金嘅長輩做擔保，仲拍晒心口保證，話呢個只係走個形式行個程序，好快就能夠還清貸款。老人家當唔住外甥苦苦哀求，加上其他親戚亦都喺一邊幫腔話，大家都係一家人，幫一幫手冇問題嘅。佢心一軟就喺擔保文件上簽咗名。邊個會估到外甥後尾投資失敗，欠落一大筆巨債之後，人間蒸發，銀行揾唔到人，自然直接揾上身為擔保人嘅佢，最後法庭強制拍，買咗佢唯一自住嘅層樓嚟抵債。佢無奈要帶住微薄嘅退休金搬去偏遠又破舊嘅租房，一世清清白白受人尊敬嘅老師，晚年卻因為一次無知嘅心軟，俾無情嘅人情債鐵底砸爛咗生活。相反，我識得另一位退休幹部做事就非常理智。佢在父母歲嗰陣就主動去諮詢律師，幫自己嘅財產做咗清清楚楚嘅規劃。佢立好公證平安紙灰囊，明確咗財產分配方案，甚至提前辦好咗持久授權書，擬定監護，預防萬一邊一自己個腦唔清醒，由邊個代簽文件，點樣嘅大額開支需要多方簽字同意。幾年後，佢個仔因為盲目擴張生意，陷入咗債務危機，債主們暗示個仔可以用爸爸自住層樓去申請按揭抵押個仔。返屋企試探爸爸，呢位老人家好平靜咁拎出當年做定嘅法律文件，話呢棟樓嘅處置權已經受到法律同信託條款嘅嚴格限制，邊個都冇辦法用佢做抵押。正正因為呢把制度嘅鎖，債主們只能夠作老人家嘅晚年生活完全冇受到波及，而哥仔度過危機之後，反而對爸爸當初明智嘅決定充滿感激。好多人一聽到法律、信託、平安紙呢啲字眼就覺得係大富大貴、有錢人家嘅遊戲，同普通小市民冇關。其實呢個係大大嘅誤解。只要你有一間屋，有一點存款，呢啲就係你晚年全部嘅防火盾牌。早一日用法律同制度鎖好，你心裏面就早一日踏實。你要明白晚年嘅親情，如果冇制度嘅界線去保護，喺金錢利益面前好容易會變質。將規矩立喺最前面，表面望落好似好冷酷，但實際上係用最理智嘅方法守護家庭嘅和氣。第四樣，清晰嘅關係同心理邊界。第四樣，我哋需要買下嘅嘢就係一個健康嘅社交圈子，同埋一條清清楚楚嘅心理界線。好多長輩去到晚年，最成日掛喺嘴邊嘅一句話就係：我呢世人全部都係為咗仔女活嘅。佢哋將自己生活全部寄託在子孫身上，冇自己嘅社交篇，冇自己嘅興趣，甚至連呼吸都隨住仔女嘅喜怒哀樂起伏。但係呢種毫無邊界嘅愛，往往會令仔女覺得好窒息，好大壓力，甚至令仔女離你越來越遠。有位老友退休之後，為咗幫仔女搣到孫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喺個仔屋企好似個保姆咁，望前望後，他全心全意付出，卻因為搣到孫觀念唔同，成日同新抱起摩擦，佢心裏面委屈又唔敢明講，只能夠默默忍受，身體亦都一日差過一日。有一日在去醫院體檢嘅路上，醫生好嚴肅警告佢，必須要好好休息，否則身體遲早會散晒。返到屋企後，佢平靜落嚟，
同個仔新抱開咗個家庭會議，他很坦白同佢哋講，由下個月開始，他每星期只會固定幫手面多3日，其餘嘅時間他要去長者大學學書法、報太極班，仲要同老伴一齊去公園散步。個仔同新抱一開始好唔習慣，甚至覺得阿媽好似變得冷漠自私。但1年過後，佢哋好驚奇發現阿媽嘅精神面貌完全變晒，臉上笑容多咗，家庭衝突少咗好多。大家坐埋一齊食飯嗰陣，氣氛反而比以前更加溫暖融洽。呢位老友記其實只係做啱咗一件事，把幫忙同負責分清楚。作為父母，我哋對仔女嘅濃育責任喺佢哋成年嗰刻一早已經做完，去到晚年，我哋嘅責任係照顧好自己，而唔係去代替仔女承擔佢哋生活嘅重擔。老唔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唔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呢句說話嘅第一層含義，其實係要先把自己呢個老字安頓好。如果你自己每日都活得好似一塊爛布，拖住病殼，同滿腹怨氣去夾硬照顧人，呢個唔叫做善事，呢個叫替代自己，順便俾仔女增加無形嘅心理債。喺呢個年紀，我哋要學會建立清晰嘅關係界線，對朋友、對親戚，甚至對仔女都有所唔好嘅勇氣。當人哋明確提出不口嚟要求，你可以溫和而堅定話俾佢哋知，我已經開始規劃我嘅退休生活，體力有限，實在唔方便幫手啦。呢種清晰嘅界線並唔係冷漠，而係一個人真正成熟、懂得自愛嘅表現。第5樣，一條靈魂有光嘅路。最後我哋要買下嘅第5樣嘢，係最唔容易睇到，但最能滋養我哋靈魂嘅嘢。一條靈魂有光嘅路，亦即係建立起屬於你自己嘅內在秩序。人退休之後最驚嘅就係突然失去生活目標，喺職界搏殺咗大半世，一旦閒落嚟，如果揾唔到自己真正熱愛，能讓自己心靜嘅事，成個人就好似被抽走咗條脊骨。我見過太多同齡人退休後成日坐喺電視機前面，由朝睇到晚，除咗一隻遙控器，乜嘢都唔想揸長此下去。佢哋嘅記憶力退化得好快，心思亦都變得敏感多疑，少少事就可以胡思亂想，怨氣沖天。而我認識嘅另外一些老人家，佢哋嘅晚年卻活得非常之有生氣。有一位退休嘅工程師，10歲嗰年佢決定放低所有無謂嘅社交應酬，去港口一間細木工坊，跟住師傅由頭開始學，親手做木船。周圍嘅人笑佢，你幾十歲人學呢啲有乜用？佢只係笑笑口話，後生嗰陣都係幫人起樓，而家老咗想為自己做一艘船。幾年落嚟，佢唔單止做出好靚嘅手工木船，還識咗一群同樣唔甘心喺電視機前老去嘅戰友。每當佢哋聚埋一齊探討木質船型，或者開住自己做嘅船在水面漂流，佢對眼都閃住後生仔先有嘅光芒。仲有一位大半世人都冇讀過書嘅普通鄉下師奶，晚年嗰陣佢接觸到抄寫佛經經典，佢字寫得唔好就一筆一畫好慢咁寫，寫得唔求多亦唔求快，只求心靜。10幾年過後，佢寫嘅字依然談不上幾靚，但佢成個人卻變得極之溫和慈祥。村裏面邊個家有狗糞都中意揾佢去主持公道，因為佢講嘢不慌不忙，有一種令人心安嘅力量。佢話自己並唔係變聰明咗，而係喺抄經嘅過程中，聽好似照鏡子咁，照得耐就不願意再同以前嗰個愛索氣愛斤斤計較嘅，自己混一啲內在之睡，就係當你面對生活中嘅勞碎事、仔女嘅哭嘴、隔壁鄰居嘅摩擦，你個心依然能夠好似一口深井咁，驚多不曲，波傷不驚。知足唔係唔思進取，而係學會從自己擁有嘅生活入面去尋找細微嘅滿足感。如果你每日都盯住人哋屋企，換咗大單位嘅屋，人哋嘅仔女更加有出息，你個心
就一世都唔會得到平靜。知足係一種能力，而唔係一種外在。外在條件再好嘅人，如果唔識得同自己和解，一樣會活得好痛苦。在55歲到65歲之間，我哋應該去培養一項能讓自己全神貫注樂在其中嘅興趣。你可以睇書睇經典，不求讀得有幾深，你求在字裏行間揾翻內心嘅安寧。你也可以去運動，去打太極練書法，或者去社區做義工。最關鍵嘅係要有一件事能讓你心安頓下來，能讓你每日朝早醒來是心有所期待，每日夜晚躺下時能夠帶住微笑。人活一世，其實就好似行一條好長嘅路，前半生我們是不斷往自己嘅背包塞，東西追求嘅係擁有，而後半生我哋應該學會慢慢往外拎，東西追求嘅係放低。在55歲到65歲這10年黃金期，我們要做嘅是靜先下心，理清兩件事。第一，我呢一世嘅勞動成果、棺材本物業該怎樣合理有尊嚴地去安排，既不委屈自己嘅晚年，亦都唔給仔女留下爭執家產嘅隱患。第二，我自己嘅生活界線到底喺邊度？點樣嘅事我可以溫和地推掉？點樣嘅人我可以得體地遠離？人生不必太滿，屋企不必太大，財富唔一定要幾多，只要我哋心入面嗰金燈一直亮住，只要我們個安樂窩係安穩嘅，身體仲算健康嘅，存款係有法律保障嘅，人際關係係清爽嘅，靈魂係有所寄託嘅，我哋嘅晚年就會過得非常有尊嚴。我一直好贊同古人說嘅呢句話：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人道矣。理清到晚年生活嘅輕重緩急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真正能讓我們覺得富有嘅，並不是銀行卡裏面不斷跳動嘅數字，而是你回到家大門關上嗰刻嘅安寧，是你朝早醒嚟伸個冷腰，身體嘅輕鬆，是你翻開日看到一切安排妥當嘅踏實，是你同家人說話時不再夾雜怨氣嘅自在。希望每一位正在踏入或者已經身處呢個階段嘅老友，都能捨得對自己好一點。呢種好並唔係物質上嘅衣車，而係理智地為自己嘅後半生承擔起應有嘅責任。願你們嘅晚年不一定烈祿烈烈，但一定能襯得起你們這一生所經歷嘅所有辛苦，活出屬於你們自己不疾不徐嘅從容與自在。